你手揸住1:163嘅超平匯率，去日本瘋狂返鄉下，食拉麵買名牌，但你有冇諗過，你手頭上嘅強積金，甚至你喺香港嗰份人工同資產，正在為日元貶值默默買單。你打開社交媒體，見到嘅畫面係乜嘢朋友？喺東京大阪打卡食和牛，買名牌，浸溫泉，個個笑逐顏開。每100日元對港元跌穿4.8算，創下大約40年低位。去日本旅行變相打咗個7折，真係諗都覺得抵。有酒換店話日元低迷，嗰日成交金額高達8億日元，比平日多咗1.41萬港元，已經可以換到超過20萬日元。藥妝、名牌酒店、鐵板燒全部變相打折。有市民甚至豪至10萬港元掃貨，亦有市民以兌換等值5至6萬港元嘅1元，並知話即係匯價再跌時加碼約10萬港元。但你打開另一邊嘅新聞呢？銅鑼灣嘅名店吉鋪越來越多，尖沙咀嘅街鋪貼滿招租廣告，幾十年老字號一間接一間執笠，上半年超過60間店鋪結業。由茶餐廳到百佳超市，由本地老字號到國際品牌，無一幸免。首季食肆總收益較2018年同期下跌超過7%，酒吧同中式餐館跌幅更加分別達到2.8%同7.9%，涼茶鋪跌幅更加去到2.8%。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嘅研究員指出，周末嘅旺角、銅鑼灣不再擁擠，深圳商場卻滿係操粵語嘅港人，本地消費力持續外流結業。從小店蔓延至連鎖品牌，有65年歷史嘅佐敦聚瓊樓，開業46年嘅旺角利苑酒家，82年歷史嘅中環大中華表行，83年歷史嘅灣仔馮良記表行，全部喺上半年黯然離場。連鎖餐飲集團亦都受到波及 ，Pizza Box 海皇粥店宣告全線結業，4個本土時裝品牌 ，Story Behind the Ash、Intig 全線分店結業，有67年歷史嘅牛池灣新龍城茶樓，因配合政府收地而結業，就是咁樣一個人軟屹立。逾半世紀58年歷史嘅國基粥店。42年歷史嘅九龍城地貿館燒味，40多年歷史嘅竹魚涌新記粥麵，全部相繼離場。粵式酒樓數目由2018年嘅1790間，縮減到2025年嘅1500間，8年間淨減少290間。你話呢個畫面有幾諷刺？你喺日本食緊一碗平靚正嘅拉麵，同一時間你樓下嗰間茶餐廳可能就快做唔住，你以為自己賺咗，但實際上你嘅財富正喺香港默默流失。講到呢度，如果你都想同我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覺睇清全球大洗牌下香港人嘅財富底牌，唔想做最後一個知真相嘅人，記得即刻訂閱我哋頻道。講經透視，順手撳埋個鐘仔，一齊揾出保護你資產嘅方法。要拆解呢個矛盾，你首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問題：點解日元平咗會搞到香港實體經濟？重箱答案藏喺消費力流失嘅殘酷現實入面。今年上半年訪日港人數量達到1298500人次，喺全球各國各地區中排行第5，僅次於韓國、台灣、中國內地同美國。6月份單月更加有214300人次，按年大增2.8%。呢個數字代表咩？代表每個月有超過20萬香港人飛去日本消費，而佢哋喺日本使嘅每一分錢，本來都有可能留喺香港。你諗下，一個香港家庭去日本旅行5日，機票、酒店、餐飲、購物埋單隨時5萬蚊起跳。呢5萬蚊如果留喺香港消費，可以幫襯本地餐廳、本地零售、
本地服務業。但當呢筆錢全部流咗去日本，香港嘅餐飲零售業就少咗呢筆收入。結果係點？結果就係本地商戶收入暴跌，但租金同人工成本依然高企。有啲商戶頂唔順，唯有執笠。今年首4個月，至少14間經營幾十年嘅老字號酒樓關門。有啲行業嘅開店結業比例更加去到5:6，即係每開5間新鋪就有6間執笠。你可能會問，點解港人咁重意去日本？答案好簡單，性價比日元對美元跌到 163.94， 逼近164關口，創1986年以嚟近40年新低。匯人主管分析，受美國聯儲局官員偏鷹言論同地緣政治避險需求影響，美日利差持續擴大，日元短線不排除貶上165。有獨立外匯分析師更加警告，約165關口失守，日元或將進一步觸達170。事實上，市場已經有期權數據顯示，交易員預期日本政府話會代日元對1美元跌至165水平時才出手干預，而更悲觀嘅預測甚至指向180。有外國對沖基金更加大膽預測，如果冇其他風險因素，日元可能繼續下挫。明年日元對1美元有機會觸及200或以上，即對港元下試 3.9。算你去日本買一個名牌手袋，可能平過香港幾千蚊；食一餐高級和牛，可能平過香港一半。呢個價錢差距令到去日本消費變成一個理性選擇。有分析指出，呢類人均消費介乎300至500蚊嘅中端價位，食肆定位最為尷尬，因為隨着兩地通關便利，市民只要花1個鐘過關，就能以更低價錢享受更高質食材與服務。但呢個理性選擇嘅代價就係香港本地消費市場嘅持續萎縮。你喺日本使多1萬蚊，香港嘅餐飲零售業就少咗1萬蚊收入。收入減少，商戶就要裁員、減薪，甚至結業。最終受害嘅係你同我呢班喺香港生活嘅普通市民。呢個就係消費力流失最殘酷嘅現實。你以為自己去日本賺咗，但實際上你正在親手削弱自己居住嘅城市嘅經濟活力。更加令人擔心嘅係，日元嘅弱勢仲未見底。高盛將美元對日元12個月預測上調至165。瑞穗銀行認為日元有可能跌到1美元對170日元。雖然呢啲預測較為極端，但已經反映出市場對日元前景嘅極度悲觀。日本財務大臣片山鳩月雖然多次強調必要時將果斷採取行動，但市場似乎已經對呢啲口頭警告免疫。IG Australia 分析師更加直言，日本官員準備干預匯價嘅言論很可能被忽視，形容此時試圖支撐日元與在新幹線前面擋路無異。呢個意味住咩？意味住港人北上日本消費嘅熱潮短期內唔會減退，意味住香港本地消費市場嘅壓力短期內唔會舒緩。好，講完消費力流失，我哋要面對第二個更加深層嘅問題：日元貶值點樣影響你嘅強積金？答案要由一個叫套息交易嘅金融操作。講起套息交易嘅邏輯好簡單，投資者借入低息嘅日元，然後將呢啲日元兌換成高息嘅美元或者其他貨幣，再買入高收益資產，賺取中間嘅息差。日本央行目前嘅政策利率雖然已經加咗上去，但同美國聯儲局嘅利率相比，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超過250個點子嘅巨大差距。呢個差距就係套息交易嘅根本動力。過去全球投資者利用日元進行套息交易嘅規模估計超過4萬億美元。
你諗下喺日本借日元嘅成本咁低，但係將呢啲日元換成美元之後，可以賺到超過3.5厘嘅利息，中間嘅差價超過250個點子。對於嗰啲手上揸住幾十億、幾百億嘅對沖基金同機構投資者嚟講，呢個係一個穩賺唔賠嘅生意。只要美日利差維持喺呢個水平，套息交易就會持續。結果就係市場上不斷有人沽日元買美元，日元匯率持續受壓。同時，呢啲借嚟嘅日元資金大量流入全球股市，包括港股同美股，推高咗資產價格。當前全球外匯套息交易嘅活躍程度幾乎達到2000年以嚟嘅最高水平。但問題係，呢種由套息交易推動嘅升市係建立喺一個非常脆弱嘅基礎之上。一旦市場風向改變，例如日本央行突然加息，或者美聯儲突然減息，套息交易就會逆轉。全球大戶會瘋狂拋售港股或美股，套現之後買回日元平倉。呢個動作會引發全球股市嘅大幅震盪。2024年8月，日本央行出乎意料咁暗示政策正常化速度將快過預期，實時引發咗日元融資套息交易嘅大規模平倉，導致日經指數喺單個交易日內下跌大約12%。套息平倉下，外資拋售港股、港幣資產，變現後兌換日元回回本土。港股短期面臨流動性抽血，恒生指數承壓，港股高股息、外資重倉板塊會明顯波動。而你呢？你嘅強積金戶口入面嗰啲股票基金就會喺呢場震盪入面錄得虧損。2026年上半年，強積金回報 5.67%， 係制度成立以嚟第6階嘅上半年表現，人均賺咗18,500蚊，但呢個只係平均數，實際上唔同基金之間嘅表現差距極大。富達國際嘅數據顯示，上半年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基金平均回報高達35.6%，但香港股票嘅平均回報就係負9.97%。香港股票基金年初至今仍然錄得負回報。如果你唔好彩揀中咗表現差嘅基金，你嘅強積金戶口可能根本冇增長，甚至縮水。積金評級數據顯示，上半年表現最好嘅基金錄得 111.41% 回報，而表現最弱嘅基金則下跌 14.65%， 首尾回報相差高達126個百分點。入到7月，情況更加波動。截至7月20日，強積金錄得負 0.69% 嘅月度回報，系統預計錄得115億港元嘅虧損，相當於每名成員平均蝕咗大約2392蚊。有數據顯示，截至7月17日，強積金綜合指數7月錄得負 0.9% 回報，人均暫蝕3302蚊。股票基金方面，7月表現分化極度明顯，香港股票基金追蹤指數逆市跑出，7月大幅反彈 7.4%， 但亞洲股票基金就慘啦，7月下跌 6.8%。有分析指出，韓國斬倉潮及美伊戰火升級等因素，令人工智能交易降溫，亞洲基金受拖累，7月下跌。不過亞洲股票基金年初至今仍然錄得顯著升幅，繼續係今年表現最突出嘅股票基金類別。積金評級主席松川普指出，受韓國及台灣股市強勁回報帶動，亞洲股票錄得歷來最佳嘅強積金上半年表現。然而，隨着估值及地緣政治憂慮加劇波動，呢啲市場喺下半年將持續波動，凸顯咗分散投資嘅重要性。事實上，2026年淨轉換額可達667億港元，料創5年新高。呢種波動正正反映咗全球金融市場對日元套息交易嘅極度敏感。
當日元匯率每一次創新低，套息交易嘅規模就會進一步擴大。但當市場有任何風吹草動，套息交易平倉就會引發連鎖反應，直接衝擊你嘅強積金戶口。喺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哋今年去咗幾多次日本？你哋開賬戶睇強積金嘅時候，有冇發現自己嘅資產回報同你喺日本消費時嘅爽快感形成咗強烈嘅反差？歡迎喺留言區一齊傾下。講到呢度，我哋要面對第三個更加根本嘅問題：日元貶值點樣影響你嘅港元資產？答案要由港元嘅特殊性講起。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港元同美元掛鈎。當美元強勢，港元就跟住強勢。但周邊嘅亞洲貨幣，日元、韓元、人民幣，全部喺度集體貶值。日元對港元已經跌穿 4.8， 算呢個情況對香港產生咗一個非常尷尬嘅影響。港元相對周邊貨幣大幅升值，令到香港嘅產品同服務喺國際市場上變得更貴。遊客嚟香港消費覺得唔抵，港人出外消費就覺得好抵，結果就係旅遊業同零售業持續受壓。更加令人擔心嘅係，如果日元繼續貶值，香港嘅資產價格可能會面對更大嘅下行壓力，因為國際資金會將港元資產同周邊貨幣資產進行比較。如果周邊貨幣持續貶值，港元資產嘅相對吸引力就會下降。有分析師指出，日元仍然面臨進一步貶值嘅風險。儘管市場預期聯儲局將維持利率不變，但年底前加息嘅壓住升溫，美日龐大實質利差難以收斂。預計未來日元走勢仍將面臨壓力。技術面而言，美元對日元匯價依舊處於各天期均在線方，均在線，陽晴，多頭排列，顯示具備進一步上漲動能。有經濟學家甚至提出更極端嘅情景。有分析師形容，此時試圖支撐日元與在新幹線前面擋路無依。日本財務省雖然喺4月至5月期間動用創紀錄嘅117300億日元入市干預，但從當前匯率位置回望，呢筆創紀錄嘅干預投入未能扭轉日元嘅下行軌跡。獨立外匯分析師盧楚仁指出，匯價跌至165附近時，日本央行或將出手放緩日元跌勢，但干預措施更能支持日元短暫回升100-200點投機資金，隨後會再度拋售日元令匯價再度回落。有分析認為，即便再次出手干預，效果也可能短暫且有限。呢個意味住咩？意味住港人北上日本消費嘅熱潮短期內唔會減退，意味住香港本地消費市場嘅壓力短期內唔會舒緩，意味住你嘅強積金短期內仍然要面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嘅風險。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面對呢個困局，我哋呢啲普通香港人可以點樣自保？我唔會叫你唔好去日本旅行，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生活。但以下幾點你可以認真諗下。第一，認清消費同投資嘅分別。去日本旅行係消費，強積金係投資消費嘅時候可以開心，但投資嘅時候要保持清醒，唔好因為個日元平就覺得自己賺咗。實際上你喺日本使嘅錢同你強積金嘅表現可能係兩個完全相反嘅方向。第二，唔好盲目喺日元低位進行過度嘅槓桿投機。日元嘅弱勢喺美聯儲真正大幅減息之前將會係長期新常態。你以為而家已經係底，但底部下面可能仲有底。高盛已經將未來12個月嘅日元匯率預測上調到165，你以為163已經好低，但市場睇嘅係165、170甚至更高。第三，效法大戶嘅對沖思維，
合理配置實物黃金作為信用貨幣，大放水時代嘅終極保險師，將資金分散至具備高流動性嘅跨國藍籌資產，避免被單一地區嘅經濟下滑綁架。積金評級數據顯示，預設投資策略已成為強積金第二大基金類別，反映越嚟越多人開始明白長期分散投資嘅重要性。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嚟，佔強積金總資產合共80%嘅股票基金同混合資產基金嘅平均年率或淨回報分別為 5.1% 同 4.8%， 跑贏通期 1.8% 嘅年率化通脹率。至於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旗下嘅核心累積基金，自2017年推出以嚟嘅平均年率化淨回報為 7.3%。第四，改變盲目樂觀，緊盯日元匯率同日本央行嘅干預動作，呢個就係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嘅最強風向標。如果日元持續貶值，引發套息交易、大規模平倉，全球股市可能會出現劇烈震盪，你嘅強積金戶口亦都會受到影響。第五，認清聯繫匯率嘅雙面人，港元跟隨美元走強，短期內對出國旅行、海外消費係有利嘅，但長期嚟講，如果美元因為美國債務問題而出現大幅貶值，港人嘅購買力就會受到直接衝擊。呢個唔係一個遙遠嘅風險，就係咁一個人，而係一個正在形成嘅趨勢。日本嘅處境就係一個最生動嘅警示，一個債權國如果將自己嘅財富鎖死喺別人嘅貨幣入面，最終只會成為別人收割嘅對象。香港雖然唔係債權國，但港元同美元掛鈎，港人嘅財富同樣同美元嘅命運捆綁在一起。日本政府債務對本地生產總值比重高達210%以上，最發達國家之首。若日本央行大幅加息，以收窄美日利差，政府每年需支付嘅國債利息將呈幾何級數激增，最終可能引發國債市場嘅系統性崩潰。呢個就係日本嘅死結。跟住加息自己會爆煲，唔跟住加息，日元繼續貶值，進口通脹加劇，國民生活受苦，進退兩難，左右為難。你可以唔同意我嘅觀點，但你不能忽視市場上發生緊嘅事。當日元匯率跌到40年新低，當香港餐飲零售結業潮持續擴大，當強積金表現出現劇烈波動，呢啲全部都係真實發生緊嘅事。你今日嘅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你未來幾年嘅財富狀況。你係選擇繼續視而不見，將所有資產鎖死喺港元同美元定存入面，定係願意踏出一步學習，將資產分散到更能夠抵禦貨幣波動嘅工具？呢個選擇你自己決定。聽完我呢番分析，相信大家對港人赴日消費背後嘅資產失血真相，以及全球套息交易對你財富嘅影響，有咗最清醒、最實事求是嘅認識。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數幫到你睇清前路，保護到你同家人嘅辛苦錢，請幫手俾個讚，同埋分享俾身邊關心財富安全嘅朋友。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我哋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角睇清全球經濟同你個人財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次再傾。